陣稀暗嘅霧覆蓋住啲傘，黑暗嘅感覺包圍住個被遺忘嘅中世紀小村莊嘅靈魂。男女勞民用向日葵，分機衝紅野花播種佢哋嘅土地。每朝負責收集柴火嘅男人都會觀察到，喺夜晚6點日落嗰陣，一架靚靚嘅鑽石乘船降落喺彩虹湖上面，同人類好相似嘅奇怪生物從佢嘅門口出現，然後突然間一個感性同異國情調嘅魔法師用佢嘅魔杖揭示咗佢哋嘅謎團。飛碟需要水先可以到達目的地，因為水係保持佢哋嘅船涼爽嘅燃料。佢哋亦都好中意喺北島度沖涼，因為北部會揮佢哋能量同超自然嘅力量喺地球上生存。農民見到遠方發生緊嘅一切，決定用向日葵、薰衣草同浸咗朱古力嘅草味去接近地外生物同魔法師。因為嗰陣係情人節季節，佢哋終於無懼地分享咗一個美麗而神秘嘅日落。因為人類外星人同魔法師嘅配合完美和諧，充滿愛同信任。而家每個日落